帶着奶奶去旅行。大家好，我係半職人妻。趁住聖誕假期，我同奶奶一家4口去咗東莞觀瀾湖2日1夜小旅行。經官網訂套票，每人800蚊有找，包咗住宿、早晚自助餐同交通接送。訂房過程有專人跟進，非常貼心啊！呢一日我哋就揸車接埋奶奶一家，將架車直接停喺皇崗嘅停車場。2日1夜嘅泊車費大約要180蚊。之後我哋就要轉2程黃巴，自己過關去皇崗。過咗關之後，一出入境大堂，右手邊已經係觀瀾湖嘅專屬候車室啦。一早已經預訂咗12點鐘嘅車，準時開車出發。我哋而家準備路程以高速公路為主，老人家都坐得好舒服啊！只需要45分鐘就已經嚟到觀瀾湖酒店啦。一落車，奶奶已經俾個酒店大堂吸引。奶奶都好 surprise， 可以咁輕鬆就嚟到酒店啊！我哋就係呢一間房606嘅。咁呢，入到嚟呢，呢邊有一個衣帽間啦。咁跟住呢，呢度就係個房間啦，電視機有晒 TVB 嗰啲啊，同香港係零距離啊。咁呢度有一個 lounge area 啦，書台，跟住呢，呢度可以出去。我哋呢一隻房型呢，就係最基本嗰隻房型嚟嘅，就有一個對山景嘅露台啦，有個 sitting area，大床啦，跟住到個 toilet 啦。個 toilet 呢邊呢，有個 bathtub 啦，呢度有廁所，另外個 shower 喺呢度嘅。咁呢啲備品全部都齊晒啦，水啦。好啦，我哋而家去食晏先。呢間酒店附近係完全冇嘢食嘅，所以1日3餐都要喺酒店入面解決。第一餐午餐係要自費嘅，餐廳嘅餐牌就類似香港嘅椰林閣咁，價錢就梗係香港價啦。孜然羊肉炒麵呢個好食嘅，但係俾我哋分咗啦。跟住咧有呢個榨菜肉絲湯麵。我哋訂嘅套票包埋限時嘅酒店康樂活動，於是我哋揀咗幾款嚟玩。首先玩咗10分鐘電動平衡車，第一次玩㗎咋，學啦。好唔好玩啊？好唔好玩㗎？幾好喎，OK喎，可以快啲喎。屌你！你擰過嚟整個英姿勃勃嘅樣啦！
撥撥數咁咯，嚟啦！耶！喲呼！另外仲有10個代幣俾你玩遊戲機，不過只係得2部機，10個代幣眨下眼就玩晒啦。跟住去咗睇小動物。哇！你睇下呢度有啲咩動物 ？Hello， 豬豬。你翻入去啦。喂，走咗隻出嚟嘅，睇下有幾多隻豬先？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好似可以煮咗你嚟食噶喎，可以整烤全羊啦、羊肉串啦。今晚都會食你嘅個扒。今年冬天呢，我呢天氣凍嘅時候，啲我都食咩啊？食羊腩煲啊！最正仲包埋1個鐘嘅 KTV 添。晚餐仲有聖誕主題嘅自助晚餐，雖然佢唔似得香港嘅自助餐咁多回本菜，但係熟食嘅選擇比較多，都幾適合老人家食㗎。不過冷盤海鮮就麻麻地啦。仲有餐酒、啤酒、汽水任飲添。飲杯，Merry Christmas！第2日嘅自助早餐都幾多嘢食，除咗西式早餐嘅食物之外，仲有中式點心。不過就好似丁丁點心嘅質素，唔知有冇人同我一樣咁鍾意食丁丁點心嘅呢？如果大家鍾意睇我嘅 vlog，請 like 我嘅 Facebook 專頁或者訂閱我嘅 YouTube channel 啦。